世界卫生大会开幕，咱的友邦抑个有挺台国家，拢总超过70个国家表明要支持台湾加入世界卫生大会。这届会议除了台湾入会议题以外，抑个有大流行协议的共识，牵连到全球未来的讲话甲防疫。 海外侨胞甲留学生准备好势大声话口号，展开礼拜日下昼游行示威，全程以台语甲英文歌曲表达台湾加入世界卫生大会诉求。我们要的是公平跟正义，但是我们是温柔理性的发声，我们不会放弃，我们每年都会来。这是民团伫第77届世界卫生大会开幕进程上强硬示威。本届大会以 Of Health for All 做主题，注重全民健康，除了会针对国际卫生条例进行讨论甲修正，也毋望各国会当伫关系全球防疫的大流行协议上，包括利益甲资讯共享机制、知识甲技术转让等面向取得最后的共识。其实大部分已经有一些共识了，就是病毒资讯的共享，可是中国都不提供嘛，好，那他会今天有这样的分歧，我觉得 COVID 给大家一个很大的教训，主要是我觉得对中国跟对世界卫生组织的不信任。 除了全球公会议题，台湾敢会当突破中国压力参与世卫，也是这摆大会焦点。中国长期以联合国27500号国旗技术性阻挡台湾参与联合国组织。台湾主张这份国旗无认定中华民国是中国的一部分，台湾甲其他国家建交也是参与国际组织，中国无权干涉阻扰。第二日台湾主办的外交场合中，几个友邦国家卫生部长拢有出席，因指出台湾协助他国医药卫生发展的 实际案例，呼吁世卫有必要和台湾加入。As a developed country, their willingness to share their resources with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like ours. 记者综合报道。